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會成語歷史篇。大家想象一下呢個畫面：春秋時期，杏林之中落葉紛飛，一位名聞天下嘅大學者帶着一群弟子在樹下休息。弟子們埋頭讀書，學者獨自撫琴，琴聲悠揚。不遠處嘅河邊走來一位鬚眉皆白嘅老漁夫，佢靜靜坐下，側耳傾聽。一曲終了，漁夫招來兩名弟子問：彈琴的人是誰？弟子回答：是我們的老師，魯國嘅君子孔子。漁夫又問了幾個問題，了解情況後笑了笑，說了一句話，這句話卻讓孔子大為震驚，立刻放下琴，起身追了上去。這位農夫究竟說了什麼？堂堂孔子為什麼對一個打魚嘅老人如此恭敬？今日我哋就從呢個故事說起，講呢個成語分庭抗禮。分庭抗禮這個成語最早見於莊子《漁父》，原文係這樣寫嘅：萬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見夫子尾上不分庭抗禮。這裏嘅抗通抗是對等相當嘅意思。分庭抗禮原指賓主相見時分別站在庭院兩側，相對行禮，以平等嘅禮節相待。在古代，禮儀極其講究尊卑，主人和客人之間、上級與下級之間行禮嘅方式、站立嘅位置都有嚴格嘅規定。而分庭抗禮所描述的，恰恰是打破這個尊卑嘅次序，雙方站在庭院嘅兩側，地位平等，互相行禮。那麼這個詞為什麼和孔子、漁夫扯上了關係？故事要從頭說起。話說有一日，孔子帶住眾弟子到郊外遊玩，走到一處景色優美嘅杏林，眾人便進去休息。弟子們各自讀書，孔子則獨自彈琴。一曲未了，一條船停在附近嘅河岸邊。一個鬚眉全白嘅老漁夫走上岸來，坐在樹林的另一頭，靜聽孔子彈奏。孔子彈完一曲，漁夫招手叫孔子的弟子子貢、子路過來，問他們：這位彈琴的老人是誰？子路高聲回答：佢就係我哋嘅老師，魯國嘅君子孔子。漁夫又問孔子姓甚名誰，研究什麼學問？子貢便滔滔不絕地介紹起來，說孔子生性忠信，身行仁義，精通禮樂，鑒選人才，對上忠於君王，對下教化百姓。漁夫聽完，笑着說了一句話，正是這句話讓孔子大為震驚。漁夫說：這麼說來，孔子仁則仁矣，但恐怕是勞累身心，損傷天性，偏行仁愛。佢與我追求嘅道相差太遠了。子貢一聽，覺得這位老漁夫絕非普通人，趕緊把話轉告孔子。孔子聽後嘅反應係什麼？他馬上放下琴，猛然站起身，驚喜地說：這位是聖人啊，快去把他請回來。孔子快步趕到河邊，老漁夫正要划船離岸，
孔子尊敬地一拜再拜，虛心請教。我從小讀書求學到現在已經69歲了，還沒有聽過像你這樣高深嘅教導，怎麼敢不虛心向你請教呢？漁夫也不客氣，走下船，對孔子闡述了許多道理，核心是8個字：所謂真，就是精誠所至，不精不誠就不能動人。佢進一步解釋，強行哭泣的人雖然悲傷，卻不哀痛；強行憤怒的人雖然嚴厲，卻不威嚴；強行親近的人雖然微笑，卻不和睦。真正嘅悲沒有聲音，也能讓人感到哀傷；真正的怒不需要發作，也能讓人感到威嚴。孔子聽後深受啟發，不住點頭。漁夫說完便撐船離去。孔子一直站在岸邊，面朝漁夫離開嘅方向，直到聽不到船槳聲才離開。這時弟子子路實在忍不住了，他駕車過來，不解地問孔子：我侍奉你已經很久了，從來沒見過你如此謙恭尊敬。大國嘅諸侯，小國嘅國君，見到你從來都是平等相待，分庭抗禮。你有時甚至還流露出高傲嘅神色。可是今日一個打魚嘅老漁夫拿着船槳站在對面，你卻彎腰鞠躬，一拜再拜，這也太過分了吧？弟子們都覺得你今天嘅態度太不尋常。一個漁夫怎麼值得你如此厚待？孔子嘆了口氣，說出了這段話嘅關鍵：你還是難以教化啊！大道之所在，聖人就尊崇。如今這位漁夫對於大道已經有了深刻嘅體悟，我怎麼能不尊敬他呢？孔子接着說：遇到年長者不敬是失禮；遇到賢人不尊是不仁；不仁不愛就是禍患嘅根源。今天這位漁夫是懂得大道理的賢人，我怎能不尊敬他？孔子嘅意思是，一個人嘅價值不在於他的身份地位財富，而在於他是否掌握了真理。漁夫雖然是平民百姓，但他對道嘅理解遠超常人，那麼他就值得以平等的禮節相待。這個故事讓我們有3個層次嘅啟發。第一層，平等性。分庭抗禮嘅核心精神是平等，不是身份上嘅平等，而是人格同精神層面嘅平等。老漁夫以平民身份與孔子對話，因為他掌握了超越身份嘅智慧。這告訴我們，真正嘅平等來自於內在嘅修養和見識，不在外在嘅標籤。第二層，尊重標準。孔子對漁夫嘅恭敬，不是因為漁夫嘅地位，而是因為漁夫嘅道理。這啟示我們，值得尊重的不是一個人嘅頭銜，而是一個人嘅學問同埋品格。而現實生活中，我們是否也常常因為一個人嘅身份而決定他的態度？我們是否願意放下偏見，去傾聽每一個可能蘊藏智慧嘅聲音？第三層，追求真理嘅態度。孔子當時已經69歲，是聞名天下嘅大學問家，但他對一個漁夫時，仍然能夠放下身段，虛心求教。
這種不恥下問、終身學習嘅精神，正是分庭抗禮故事背後嘅深層價值。除了孔子和漁夫嘅故事，分庭抗禮還有一個著名嘅出處，就係《史記》嘅《貨殖列傳》。書中記載孔子嘅得意門生子貢。子貢結4年騎，束帛之弊，以聘享諸侯，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。子貢係孔子嘅學生，同時亦都係一位極其成功嘅商人。佢乘坐4馬並駕嘅豪車，帶着成捆嘅禮物去訪問各國諸侯。每到一個國家，國君都不敢以君臣之禮對待他，而是以賓主平等嘅禮節與他相見。要知道春秋戰國時期，諸侯是一國之君，地位係至高無上，而子貢只是一個商人、一個學者嘅弟子，卻能讓諸侯以平等之禮相待。為什麼？因為子貢嘅財富、見識和影響力已經達到了與諸侯分庭抗禮嘅水平。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同一個道理，無論是漁夫嘅智慧，還是子貢嘅實力，都能讓一個人獲得與高位者平等對話嘅資格。隨着時代演變，分庭抗禮嘅含義也從平等對待延伸出互相對立、勢均力敵嘅意思。在歷史上，我們能夠看到許多分庭抗禮嘅例子。戰國時期，諸侯國之間互相抗衡，誰也不服誰。秦朝滅亡後，趙佗在嶺南建立南越國，與中原朝廷分庭抗禮。唐代詩壇上恐怕只有杜甫能與李白分庭抗禮，而在現代生活中，這個成語也隨處可見。兩家企業在市場上分庭抗禮，競爭激烈；兩個運動員在賽場上分庭抗禮，難分高下。某個新人在專業領域迅速成長，已經能與前輩分庭抗禮。大家回顧分庭抗禮這個成語，我哋可以從中學到什麼？第一，不要用身份和標籤去衡量一個人。漁夫可以比孔子更懂道，平民可以比貴族更有智慧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不要因為一個人嘅出身、家庭背景而輕易判斷佢嘅價值。想要與優秀嘅人平等對話，就要讓自己變得更優秀。子貢之所以能與國君分庭抗禮，是因為他有實力。與其抱怨別人不重視你，不如努力提升自己。第三，永遠保持謙遜和學習嘅態度。69歲嘅孔子尚且能向一個漁夫虛心請教，不恥下問，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自滿？分庭抗禮這4個字承載的不只是一個成語，而是一種關於平等、尊重和追求真理嘅人生態度。希望今日嘅分享能讓你在下次使用成語時，想起杏林中那個虛心求教嘅孔子和那個滿腹智慧嘅漁夫。真正嘅分庭抗禮不在於站得多高，而在於看得多遠。最後畀一個思考題大家，在你的生活中有沒有遇到過讓你改變以身份取人
這個習慣嘅經歷？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故事。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分享視頻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